依家智方便嘅查閱及繳付帳單功能新增咗唔同嘅公司型機構嘅帳單。跟住落嚟會以港燈嘅電費單嚟做例子，你可以跟住以下步驟，輕鬆喺智方便 App 入面加入電費單。首先打開智方便 App， 然後揀選我的，進入個人助理頁面。下一步，左右滑動帳單卡片，揀選想添加嘅帳單，例如港燈電費單。閱讀並勾選你同意授權嘅機構，然後撳確定。如果畫面顯示未能找到帳戶，按此進行帳戶綁定，代表你需要先用智方便登入同綁定相關網上服務，先可以獲取帳單資料。點擊按此開啟網上服務頁面，閱讀提示頁以了解帳戶綁定程序，然後撳繼續。系統會用瀏覽器打開港燈網上通服務頁面，揀選智方便登入。之後，畫面會返去智方便 App， 撳繼續，然後按照指示輸入網上通所需嘅資料，去完成登入同綁定帳戶。成功綁定帳戶後，請返到去智方便 App， 點擊個人助理頁面右上角嘅刷新按鍵，就可以睇到最新嘅帳單資料啦。咁就成功將查閱電費單功能加到個人助理啦。喺帳單位置就會見到已經加入咗嘅電費單。點擊電費單就會睇到帳戶結欠同資料啦。除咗睇到帳單資料，仲可以即時用轉數快交錢添。快啲下載智方便，感受非一般嘅便捷啦！